继续讲伊呢，因为大年呢，法同最开始只有良心然后一开始都会有迎神绕境的活动。今年哦，去年35周年，因为绕场的全台湾35间供庙里头推杯式啊。去年是因为35周年，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全台湾35间公庙来到这个义民爷，来到我们的台北市哦。我想咧会冲的难得。多了以后呢，咱们都会供庙，咱们都会明年是老讲供庙是老讲哪是讲每年就去西冲小队参加民营大年饭发动哦。去年之后呢，有非常多新参与的公庙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如果可以，也很乐意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义民祭典。我们有资源在利用。
众拥护，虽来运世家，并马并甲，烈焰尊心，广兵将还主双条，带双条，山东领条，中华民国112年10月21日，岁是癸卯9月初7至2辰，准备台北客家移民家业法按错太典之题，兼有县市台北市副市长丁一发。研究再研究求书再求书三求书。天在后，后发之也。太后同志，爱路同志是也。师兄强了，师弟强了，动了师父之命，困树行冲，就是天宝。
行送向礼，奏乐本乡，松树合适，楚松乡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国日8日12年，10年20年，在此癸卯9年初8至2旬，今日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台北市举办移民季36周年。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上督祭祀，圣道启示。上督祭祀，每个字的字首刚好就是 SDGs， 也就是我们让联合国永续指标结合传统客家文化。今年我已经85岁老人家，还可以参加盛会，感觉到非常的光荣。看见移民季，除了以前变客家人的活动以外，也慢变全台北市民嘅最重要的。去拜参与人哋台北市嘅移民祭典，嘅時節咧，到台灣公園、忠孝東路、新生南路嘅路口，簡單帶比較棒嘅，人哋客家鄉親、客家屋下做好飯菜、客家開飯，來到移民人面前來祭拜，本來十分的感動，因為嘅時節咧台北對於多元文化係唔係清了解。青島嘅客家鄉親，日常生活當中唔敢本人哋自家嘅客家人。台北客家人袅袅嘅忠心，水茶煙流發不停，茶山水電經視聽，規範養家品，文化悠長。2023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创意彩街出发！2023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创意迎接出发了！
谢谢公子。初上香，拜。再上香，拜。三上离香，拜。不扬如变，向穷让。有覆水为先上，采先天为宜多。下气方体论参言，热切无赞恩。宋神必然推出作文，为中华民国112年正月23日，岁次癸卯9月初9至6生，今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齐思云，中央及地方各民意代表送保中义民也。发言准备啊！我们到中正金融还有在上车之前再做一次打报，感谢大家。SDGs 上高第四，上高第四，挥手，上高第四。台北 No.1 来，好了啊，不会再 NG 吧？再 NG 我揍你啊！来，谢谢大家，平安顺利，海船间啊。